恁来紧看，慢来减看一段，恁若想晚来的话，就无疼啊。哎。即摆吼，咱就来看卖这真正是因六只菜鸟啊，自写歌去边仔边要送互大家。放手好拉条。咱即马是定灾挂，咱前所看一切，比咱所想象的较恐怖。 更较堪忧，但是这无。对啊，有光鬼约嘛，可以讲拢500万。他喝送。哎呦，我今晚要来去吹机顶的声音。叫你人你台语讲安尼。咱的煮泡面，真的较简单呢。是上乐观的菜鸟啊，拄着风海嘛唔惊。 好听，好，大家啊，对旋律的迄个拍子白调的吼，有。做定定你来，拢弹习惯的物件，就会去白调的啊。譬如讲你人换另外一种啊，我伊种啊，恁大部分拢唱什么起较济？我唱 G 啊。拢唱 G 啊。 你若青春的迄种胖的对不对？你海女去倒啦！态度到基顶，都共款俩，太帅。对，有可能看啦。我会讲，伤习惯你啊，伤惯字啊。来，好，来一条啊慢歌。 三更起来，要写出一条歌，真困难。袂歹啊！准备考。这旋律你敢听？是的，要写出一条歌，是真困难，是真困难。 想起故乡，我阿嬷煮的萝卜饭，我目屎叫我滴出来，流落来。来一个转折。嘿，美罗里的转折。不是啊，就转嘿，它是一个转折。好，过来，从头开始。因为我的头脑转啊较慢，哎，安尼好啊。所以我感觉其实会使先为慢的开始，因为咱拢唔是啥物 freestyle 的 pro， 你敢知？哦，你听我意思，所以爱先为慢的开始啊，速度到尾啊，甲调，嘿，甲调起。对，所以吼，你写歌时会当先找到一个你有感觉的节奏，找到一段好听的 melody 了后，你才来改你的速度，决定你的气氛，这嘛是可以的。所以卖白调的，吼，这是一个 tip 啦。起谱。好，你写歌有一个节奏的，你会卡掉的，你要甲速度先放甲你自在的速度，写出一个 melody 了后，才来变紧变慢的。找到来啊！哎，我感觉你迄袂歹，有当时你变紧的时阵，字伤多袂啦，要减。你伤多，减一字就好啊。啊，你想到一个 melody 好听，你甲放慢了，中的空拍伤济咩啦？差字哩，我插字插音就好啊。
因为咧，迄个原本好听的迄个样相是袂变的。哒滴哒哒，哒哒滴哒，哒哒哒。这条线 melody 是一条线。哒哒滴哒，哒哒滴哒，哒哒哒，好不好？这个样是袂变的。啊，你要插字也是要减字拢会使。我感觉你会当为这个发想落，我互恁自由创作啊。会使会使。安尼较好对吧？我伫恁边仔较好写，还是无伫边仔较好写？我伫安尼讲，唔知影咩回答呢？无要紧啊！你讲我无伫恁较好写，我就去边仔去看海啊！求海会当做回来。还去摕海都的家教，我去考驾，好，安尼我去考驾写。你考家教，你现在考驾照啊？考驾照要30万哦。好啦，我去考海都的驾照。啊，恁写海都的驾照。环境无共，体验就无共，食吼拢是写歌真好的养分。不管山路还海线，我迄是敢若较主观。我要考一张海拄的驾照，会当伫海中逍遥，伫海底困中昼。我希望会当分开啊，我感觉卖做，对。用巴肚枵凉鞋做凉豆，你的凉鞋红更掉啊！你的凉鞋啊后壁。现主席基丁吼，还搁伫风台尾，这风雨吼是化来的来。嘿，不过咱菜椒写歌的灵感哦，嘛同款化来就来啦。行进度袂歹。1/4了。除了写歌，帮助咱这区的重建是菜椒的心愿。我你武器啊！虽然讲因是哪算哪重建。林波武，他挂的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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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腰了，这个，这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无啦，过来啦。你来啊？你唔是会使，还是要搞？好家伙！我你来。好，好你。我来。不能给哦。不给啊。不能给哦。不要闹了。呀！放多零。我先位边仔好啊。好。恁两个先站开，我来。用铁锤敲，敲松它就。我们先，因为它有的时候，小心，就已经很笨了，因为一小杠，这里有，哦。准备冲浪！他跟我讲，你今摆当去冲浪？你我以前做适合冲浪诶。有一点，我是在冲到太平洋。这不是太平洋，这是台湾海峡。我准备上水。
天公伯正经有听到啦，随到互只菜鸟吼一捧水。好友啊，听未啊？人病咧等落来，好先到安尼吼。好。你第一个就不要停这边。你走你就边无啦。哦，哟，挂顶呢。我甲你拜托，你听我拜托。文姐，小猪啦，叫做不猪啦，赶快去教啦。我无咧叫你伫遐散心啦，无即个代。啊，阮三个人就是咧想办法，到底要怎去救。啊，阮上好的解法就是迄间甲锁起来，啊来门口打够钟，啊就袂有人入去啊。因为我真罕得出来就是露营，啊，家己搭起来，啊咧困的时阵想讲，哇，这我家己搭的，我哪会这厉害？我真正就想要回去，啊，毋过别人就无讲伊想要回去啊。我家己讲，就听起来真正就奇怪。我一边困无起，一边就想要哭的。啊，毋过我想要哭，毋是因为讲修理足辛苦的，是我嘛毋知安怎讲，就是可能是头一摆看到风台灾区，就是真正我来到这个所在，我就是一种互情景打动的感觉。就是因为我咧整理的时阵，其实迄风甲雨真正是透甲，而且迄个因咧工作人员咧个个侪，因我问伊讲要穿雨衫无，因讲免无要穿雨衫，因就是安尼一直透，一直整理。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是因迄个心态，因的意志足坚强的。这阵菜鸟工课做咧，佫开始写歌，咦，袂歹，有一个款出来哦。什么物件？搁互你一个任务，迄个任务嘛是愈 confuse， 我袂爽嘛，毋甲我脾气。我感觉我都要哭出来啊！就是因为我想济啊，所以我对袂着恁的话题。你只个性本只就无共啊。这个风雨敢若愈来愈大。才敢若破一空咧。菜鸟工课做咧，佫开始写歌，咦，袂歹，有一个款出来哦。什么物件？要去倒找海拄会甲照，我原本好好咧困中昼，伫我家己的世界在逍遥，庸庸出现一粒你搁挂包在咱个海拄会甲照，有话唔敢讲出嘴，袂爽唔敢发脾气。Air Force 不敢开个要死海拄会甲照，到底是啥物？明代。做我来要面对，好啦嘛袂歹，大家做伙来。要去倒位去？拄着风台变的。OK， 所以我意思讲，你遮迄个状况真清楚啊，就是咱一开始打出发迄个感觉，对哦，就是 confuse。你种感觉就是 confuse，啊，
叫你去，搁互你一个任务，迄个任务嘛是愈 confuse 中的 confuse。啊，所来后壁咧，你只是甲 confuse 讲出来尔。闽台，无 confuse 啥？哎，你 confuse 啥？你已经甲即个 confuse 讲了真完整。你原本伫你的生活，伫你的世界，啊，向出现一个人，啊，叫你去考一个足奇怪的代志，啊，结果害恁有话唔敢讲出嘴，啊，袂爽嘛唔敢发脾气，啊，像我鞋啊都舞到太过要死，啊，这到底这个 confuse 这个任务是啥物？啊，过来你咧，过来咧，过来闽台，啊，结果你又洗两下，就变做讲恁即摆写拢有一个状况，就是讲。会伫一个所在一直洗咧拍箍啊，无买行内底伫咧拍，啊，伫遐行袂出来，行袂出来，就钻牛角尖啊，就拍死你啊！有无？你即摆感觉讲恁即摆就是掠着一个即个方向好哦，袂歹哦，啊，就伫位啊，行袂出来啊！你甲即个物件讲煞了后，你行袂出来啊！哦，啊，行袂出来，你变做讲两条路，要顺落你嘛毋知要为倒顺。还是讲要开始讲后一件代志，你嘛拢无讲，你变做一直伫遐拍鼓，你只是换句话说尔。有无？你闽台叫我来是无闽台，凊彩也无换你来，迄其实换句话说尔。好啦嘛，袂歹，大家做伙来，啥物？做伙来啥物？啥物？我向你搁这 confuse， 你甲我补一句讲，好啦嘛，袂歹啥？你毋是头前才在打 confuse 尔，啊好啦嘛袂歹，啥物物件好啦嘛袂歹，中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无讲。伫即个恁开始感觉到 confuse 较济啊，这中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啥无？毋知影，我敢知影有恁敢若有一个足奇怪的任务，考海拄的驾照，我有兴趣啊，啊调着无啊？你无继续去滴，因为你用一个海拄的驾照来做庇护啊！你既然开一个海拄的驾照，大家有兴趣啊，刷落来咧。哦，人会有共鸣是啥物？咱病惨会有共鸣，还是咱病衰会有共鸣？写歌爱有一个结构，这个结构叫做起承转合。你起像作文一样，同款，你有起一个头啊嘛？你起一个头，不管你要做啥物，环境的描述也好，心境的描述也好，啊，过来咧，结果发生啥物代志？哇，解决啥物代志？这是一个上简单的结构。啊，迄个先处理迄个密台迄段甲好，因为两件代志相像啊啦，而且我即摆感觉是差不多啦。就是长音哒哒哒哒，长音哒哒，结果就同款的。我感觉你欠一个 punchline hook 副歌啦。你爱互我有迄种感动，一听我就知影讲哇，这是菜鸟啊，哇，这是恁六个人。我想要问大家一个真认真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因为这真正毋是咧写小说，袂当家己想家己对。我想要问恁，伫这10天内底拄到上大的困境是啥物？像对我家己来讲，就是无自信啦。上大的困境。所以我真正像即摆安尼讲，我感觉我都要哭出来啊！我准无名纸呢。我嘛无名仔呢。困境。我只有就是 surprise 啥物拢万一卡，无我毋知安怎甲恁讲啊。啊，想想咧，就是3个字啦，无自信啊。啊，我不管安怎写，我就是想。啊，毋过我无清楚你想讲着啥，我就是你拄则嘛有听到，我敢若是要互敌人爱，我就想5、6、7个问题啊。啊，毋过你无参报就无共款，你的无自信，是因为你知影你不要做这件代志。我是咧丢毒，我就是。你是咧丢啥？对啊，你是咧丢啥？我就歹讲的，这就我家己的思考的习惯哦，就是一想到有诶无诶，就是一个问题，我就想就是有诶无诶。但是这是你家己的特色，是，毋是你的缺点嘛？啊，毋过对我来讲嘛，是我家己的一种困境啦。有时阵就是因为我想伤济啊，所以我对袂着恁的话题。我感觉这无要紧啊，因为每一个人，你食个性本食都无共啊。每一个人
豆豆来就好啊。我哋袂给心。心肝黑暗拢无。好啦，即摆安尼就来困，哎，我主心买当下出来。这好。你看咩？我想要知影大家的困境是啥物，甲伊写入去歌词内底。好啊，所以你会当先写出来，你这几日、这10几工的。我已经知影我家己的答案嘛，我就是无自信，我这三个字啊，无自信。我嘛是无自信啊，大家就无自信。你两个无自信差介济哦。无自信的点不多，啊写出。我的无自信就是我对写歌这件代志，啊，搁有音乐这件代志，我拢是不擅长的啦，对。因为我平常做的代志，拢嘛是伫跳舞，拢无接触到其他物件。对其他的物件，所以讲我嘛是感觉我写出来的物件，无介好啊。啊，毋过我即马有敢讲出来啊，讲唔对无要紧啊。我嘛定伫咧讲唔对啊。好，这个咱讲伫咧转的所在，讲唔对，都会讲唔对。讲唔对嘛，无要紧。加讲上重对要。，加讲。那安尼我讲卖我刚开始的时阵嘛是写歌是嘛，刚开始。一开始讲对啊，尾啊讲唔对。一开始讲台语的时阵，我嘛是感觉我家己足家己的，对啊。我听家己讲台语，莫听，我听袂落去呢。我台语无好，可要叫我写台语歌。我嘛是会使啊。台语无好，搁爱写台语歌。安尼搁较强面，搁较大咧。我感觉嘛，真正会当写咱拄来无自的心情，就是听到咱要来的时阵，我是你是讲来花莲还是来？花莲，就是头一遍知影讲咱要6个人做伙做这首歌的心情。我头一摆听到的时阵，我是感觉敢有这个可能，6个人会当做出一条歌。是我啊，是到遮才开始知影要做歌。我是开始也准时来遮，什么拢唔知，什么大集合，什么咧佚佗的。所以你讲，我是来到花莲才知影要做歌的。所以你的困境是到家。我在签合约的时阵无看了直接签名。哎呦，到家才知影。老师就讲，雄雄打电话讲，第二嘛，敢我来参加一个台语台节目，我想讲好啊，来花莲佚佗啊，佚佗好耍安尼啊，系啊。想袂到，唔是来佚佗呢。我是，我嘛袂讲无自信，我就是想讲一步一脚印嘛。啊，有啥物困难，啊拄着就是拄着。像头家昨唔是讲，风台来就是来啊。面对，嘿啊，咱拄着的风台，就是做歌这件代志。是你。头家拄着的困难，就是拄着这风台。真正你真正做到讲捧出来无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就是拄着啊。算的是一步一步，咱的任务就是爱做一条歌啊。心灵导师。这条歌就是咱的风台啊，这风台就是无法度去甲干涉啊，就是互伊走嘛。啊，咱就是做好咱家己一步一脚印要做的代志就好啊。到家嘛是有困境啦，因为才知影。因为到遮来的时阵，才知影讲要做歌。大家安尼你一句我一句，真闹热咯，嘛真正面。啊，毋过吼，这个风台尾堪忧啊。因为即摆我感觉这个风雨敢若愈来愈大。哦，看到啊！会开始风风。无，等下，咱迄落，恁遮物件先收啦。啊，咱写歌，恁即摆反正恁有概念啊嘛，系啊。写歌咱先离开遮，因为遮毕竟离海上近啊，我惊恁危险哦。啊，不大啊。哎，遐敢若破一空咧。系啊，迄外口迄拢一空愈来愈大。给，原来你唱首班啦，唱首班啦。另外无迄这电的线，迄边个舞镜，海迄项拢舞的镜。我。行政太巴喽！一个吉他挂头卡，几个公卡不会被救。写完了。我看我出没出来？回来，不要再抱抱。结果是在茶馆里面在挂。
伊阮讲，耶嘿，咱要转来台北咯。若有想遐简单就好啦。风台天，船也无开，车嘛无法度载咱一大群人，咱就安尼调伫基镇，好佳在是妈祖婆慈悲，互咱伫香客大楼住食，听候天光了才做暗算。想袂到，神奇的代志就安尼发生咯。海都搁在吃，那个就倒音了。不是气哦，海都搁在吃，海都搁在哎呀，我海都搁在吃，是往上的海都搁在吃，海都搁在吃，我的海都搁在吃。所以你一定要滑下来，因为这就是我讲的嘛。所以这就是我讲的，我想要爱的音伫遮，但是安尼的话会变倒音对无？我会当骨一个。我的海都搁在吃。台语青面牛，一个字甲看涂骹，一个戆甲袂白上，一个肚皮仔切泡泡。菠萝先带戆水骹，搁想要写歌，不如去考海都的驾照。他那个好难唱哦。这国句，一句台语青面牛。拄着风台天，拄着风台天。海都我的海都搁在吃。哪一段？再试一次。写完了，没有我的事了。哪一段？不对，好像还有我的事。中世纪，来试一次，你可以的。好啊，真的，最后提醒哦，那个，然后最后了，最后。可以的。可以的。你也塞。对啊。你也塞。可以的，加油，加油，啊？看来，伊咧想讲会家己专唱袂起来。没啦。哦，那一段也不一定。搁加唱几下咧，哈。哇，是哦，真的。听了吗？不一定会可以。你其他拢唱会出来，你大一点唱会出来，对吧？真的啦。我看我唱不出来。不会啦，今天我跟你你是即马唱袂出来，毋是伫录音室唱袂出来。你若是伫录音室唱袂出来，才是应该爱考。所以咱即马是爱甲伊练好起来。天公伯啊，歌虽然写出来，啊情绪煞哭到安尼。哇！我上惊查某囡仔哭呢。加油！好了，就咱更细的嘛。是搞对啊！不要紧，好出来，好。囡仔果然是囡仔，无3分钟尔，咱这个匿名群组的讯息吼，就安尼叮叮叮叮叮，一直跳一直跳。这边我是感觉袂歹啦，恁算有一个阶段性，把这个任务拢完成啊。好，来，庆祝一下！你倒位唱一罐啊？啊，我头仔拢无看到。你去找声的时阵，我去找的是快乐的声。快乐是就是你快乐的声。因为讲实在话来这里，讲实在话，恁6个人吼，我感觉，我感觉袂歹。袂歹，有录到无？有录到无？有录到。切嘞。这里。耶！完成！下一站台北见啊！安尼就袂当清清菜菜了。不过这制作人要来找谁较好呢？
牛肉准备好啊！准备好。皮头菜我就准备好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边我找这制作人吼是家求足久的，而且愿意讲甲咱讲一下，所以恁那迄个原力、热情，可以相信咱是晓写歌的，咱是有希望的，好不好？ Go！ 啊，老师，有阿宝，真久无看，真久无看，真的啊，最近无用吗？最近还好啊，等你行礼拜。有你这句话咯，因为这边吼，甲因这六只菜鸟啊人，是讲你讲，啊，因就是安尼，人个正经甲歌生出来啊。是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因竟然就真正有迄个心，甲这物件做出来，啊，就才会想讲来麻烦你。我听讲因拢无经过一个正式的训练过。无，拢无，完全拢无。啊，我的烦恼的物件是安怎？袂啦，你看啥？我有准备这音写的歌词，你甲看者。看起来介高啦。等于讲是因六个人啊，6个人因就是个人的个性嘛。安尼有大心，你知影我有老花写较大字，哦，你看这，无你知感动。笔写的时阵总是比电脑看的较有感觉。电脑拍出来我都看无。赞。所以这就是因安尼大家整理出来是，因这叫做什么？因叫海都的教教，我海都哦。那是海底吗？海都平湖腔，平湖，我平湖人。啊，你平湖人？本阿公平湖人。找到你安尼就对啊，安尼就对啊。我需要都是你这。啊，真的吗？咱即摆咱直接吼，请你来甲因抓，讲要安怎唱，我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嘛。是吗？对。咱即摆来去抓一下。好，我就找到你这就对啊。所以你若讲迄个音域分配，看什么咪啊、哆啊、嗦啊，迄就你俩。哎呦，大波呀！来，介绍者。来，安尼就对啊。没啦。上道。哦，哎，较肚脐啦。恁当时变遮尼，是不是？来听这。变到遮尼敬老尊贤呐。阮一直拢做敬老尊贤，啊袂老的，恁大家拢同辈啦。少年的。大家拢共辈，即句话你讲了。无啦，恁是先辈，阮较迄落啦。少年的先辈。哎，少年。这是要甲恁介绍一位，这是大家好。江湖人称白马阿达拉老师，就是白马。苏通达老师，是。对，伊这边就是我甲阿达老师甲麻烦伊啦，就是要找伊来帮恁制作这条歌，上厉害，就是甲烂土变黄金，你知道？阮只是堪忧啦。即摆犹原是堪忧变黄金。我笑会出来，就是恁的歌声。安尼爱唱有着调侃的。对。啊，嘛，有可能我笑袂出来，恁就笑袂出来。我若笑袂出来，恁嘛莫笑，好不？毋过唱起来时阵是查某听起来较悬，查某听起来给用力的方式是用力的位置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到时可能查某唱到你们最高音的时候，男生还会再上去唱上去几度，好，所以这部分我就要先搞清楚说啊，恁大概合适的位差不多是什么所在，所以可能要请你们随意唱看卖，我知影你的音色，我知影你唱歌的言语啊，小可哼个一段。你这是阿杰啦，准杰。我是阿杰啦，老师要。引导上好。差你一叔叔。啊，这个嘛，差的可多了。我就看伊等下讲我都搁会当讲声笑。哎，对。你嘛笑我啥会出来啊？我最近我等下家己唱赵一鸣的。我了解。是叫你唱，不是叫你弹啦，这边。手牵手，两个做伙行，行遍世界，无停靠，只要有你，就有我，咱的故事也咧继续写。哦，袂歹哦，这台吉他的声音。这谁哦？还不错啊，很抒情的声音。刘老师，是，有一种文青感。哇，Q， 那个开口非常好，就是一般来讲，其实卖讲你这年纪，我这年纪，我来讲，我这开口，那就好听。
非常欣赏你的 quick call， 保持下去，好不好？继续拍拼。那你走音的部分，我觉得应该是吉他不准。感谢。好，这这一位，这是叶家，叶家哦，叶家，过来边啊，阿平来啊，好，我就来唱。早起坐车拄着另外5个菜鸟啊，骑铁马去捡屎，未来咱会做伙行。因为青春就是安尼，凊彩细细，搁困一暝，继续享受这个土地，坚持到底。是。我有一个尾音就古锥啦吼，是迄个我会记得迄个啥，我妈妈我就介意一个歌星嘛，现在那首歌。是哦。对。遐英英。就是那个有一个尾音的那个谁啊？蔡秋风。差不多。你应该跟勾注意了，这特色可以保留。阿丽，你的呼吸都在上面的肺部上面哈，行，可能要再放松一点，好不好？因为很多人很多机器紧张啊哈，那所以你整个空气没有到下面，因为唱歌是那种很紧迫，好吧？然后相信你比懂一些吧，对你如果适应的状况可能会好一点，不过你要让自己加速。卖拖伤久，因为懂这个时间宝贵，对啊，大家耐性也是有限，所以你让自己赶快进入那个状况，好吧？为 highlight， 那心有限。OK， 拢是钱。你一唱歌，大家拢放心。袂紧张呢。30秒以来，体温。过来，老师，这个是看饭啊，伊叫做看饭，伊叫做看饭。还是忘记了哦。别。请你大声对我讲，你有我爱我，请你用心教我，要搁想拖磨，不管未来会安怎，我嘛无咧惊我嘛无咧惊，你永远是我的安那达，我爱你，请你真足听，不管未来会安怎，我嘛无咧惊。好，这里有问。有问题，嘛是有问题啊，就无大安尼尔。我比你两个较紧张咧，我坐伫边，你无看脚唔敢拍开开，那像你安尼才好打咧。袂歹，看饭迄个技巧甲迄个啥，迄个对于唱歌这个习惯上面是有很足够的经验，所以我刚刚即马头拄听是足稳的，哦，所以其实你的感染力就好，我听，因为。我就讲较直的，然后想讲头拄听头前2个，我会替因紧张，大家拢会较紧张啦，吼，因为也唔知，啊，好多安怎？毋过到你时阵，你一唱歌，大家拢很放心，因为我知影你绝对无问题，哦，所以请保持你这样的自信心，好不好？是老师。过来，这是颈旋，颈较控制啊，嘴啊控制啊。会紧张呢。袂啦，你笑者就袂记，还是你哪跳哪唱嘛是会使，看你安那较袂紧张。人的无熟悉的菜鸟啊，来到花莲庄仔脚，阮要去找属于咱的歌。会记啊？我紧30秒以内就会使。对啊，30秒以内就好。你有节省我宝贵的时间，关起来。你，我感觉你的音色，我就介意你的音色，你有一种那种黑人的唱腔，就好听。只是稳定度爱混的哦，你有种比较浑厚那种，改成已经啉高粱啉3杯。酒讲女温性，温性刷出来啊！
灵魂挂后迄种。灵魂内底有灌酒精，哎，对对对，高粱里来对啊。灌高粱。哦，所以像讲技巧啊，是音高啊，这些物件是会当后天训练。音色，你一开始上帝互你什么音色就是什么音色，好，这天生的，所以你有一个很特别的礼物。啊，如果你愿意的，好好给你训练，让这个东西变成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别人一个很好的祝福，安尼是上好的。好，好吧？好，没问题。我音准有点危险。我知，我真正足紧张。他足紧张，好。啊，老师，这个的疑问啊，疑问啊，叫疑问啊，高追嘞，我就紧张。放轻松。我跟你手甲牵起来，我讲你手甲牵的较袂紧张，你手嘛甲牵的这边慢慢有空。还是我坐啊？麦开，就是我想麦开的。啊，我需要。牵的较袂紧张。哦，原住民签。开。哎，查某看查某啦。上君啦，紧的啦。咱查某当然面手即摆会见用的。好，迄落阿达老师面色要变啊，紧。为着写4句话，我烦恼甲头毛拢变白，才知影创作是爱先讲出心内话。咱是6只无共色水的菜鸟啊，我想要甲恁做伙唱感动大家的歌。好，感谢。很甜美啦，麦紧。我明怎？10片尔，你对，10片尔，隔壁啊，是，很可爱，你唱歌的样子是很可爱的。啊，不过你当然是音准上面还在努力，技巧上面感觉是不是对唱歌很熟悉的人，爱给唱。其实我刚刚唱歌，用讲一个秘密啦吼，声带伊就是2条肌肉而已，肌肉要怎么锻炼它？唔是安尼啦。你怎么在对面？肌肉就是运动，这个多的锻炼啊，给用哦，当然是在他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。所以你对于你的声带的掌握没有那么熟悉，这就是太少唱而已，不是不会唱歌。对我来讲，我让每样唱歌，给一直给，包一整天下来，好不好？那训练耳朵，所有的声音都是由耳朵告诉你的，所以你若耳也无好好用，你就唱袂好。好，所以你若会晓听，你就会晓唱，好吧？来下一位，这位就真正的运动员迪林。哦，迪林，哇，OK。啊，伊就是来，我甲讲迄片河囡仔。片河啊，港乡，阮阿公嘛是片河。哦，这大声啊！哇，是诶，我阿公嘛片河。我叫阿公。哦，讲一个阿公啊，讲一个阿公小巧。唔是，身拜。好，我开始一唱。哦，是啦。来到花莲，西雨山雨水的好土地，四界细细，拄着一只小小马，看伊散步，什么山骨落地，啊，搭着屎，山骨落地，赶紧爬起来，继续坚持到底。哎，安尼。表情爱互老师唱。我即摆足紧张的。含忧啊！让我想个优美的词语来羞辱他。我骂人不带脏。哎，对了，古锥啦，各显古锥。啊，你唱歌有一个迄个单雷，单雷，做爱单雷的，可爱，我嘛就介意。啊，所以我是刚刚讲唱歌有很多表现的方法，上二是讲，我刚刚讲，当然是你如果是表演欲比较强的人，那是最适合上舞台。啊，你的我刚刚要有陈雷的表演的能力，不过你声音的所在嘛要甲顾好，好不？啊，你开口袂歹，
都有偏哦腔，偏哦腔，偏哦腔，好好的运用它，这些的优势，好不好？好，多谢老师。运用你的肌肉，好不好？全部上帝就是马手，我马屋只是被肥肉盖住而已。啊，较团结啦，你也较团结。所以老师，你讲即摆因这大家安尼差不多演状况，你个对一部分想要较了解嘛？即摆嘛是堪忧。哎，哦，安尼这条歌，老师你看讲，因这六个看要安那来安排，还是你要听因现场唱一届嘛？嘛是会使。来开始。出现一粒美国歌，包叫我去考海拄的驾照。有话唔敢讲出嘴，袂爽唔敢发脾气。Air Force 阮甲态度要是海拄的驾照，到底是啥物？一个台语青面牛，一个美国靠动脚，一个讲甲白白就一个伫边仔吹泡泡，半路先插讲水卡，搁想要写歌，不如去考海拄的驾照。想要飞上天，摇摆嘛免说你，青春就是咱勇敢的本钱。才叫我想要飞上天，就算大家拢看我袂起，大大声直直唱，着叫小勇敢做家己。一首简单又感动的歌，谢谢，新的日快乐7点50。亲像路顶的车阵嘛爱靠岸，勇敢要打拼，咱会继续行。脚步愈踏愈深，心态愈来愈甜。咱的故事就是第一局被抓开始写起，这也是生活之间的趣味。任务的意义，你敢会感情？离开厝内为理想打拼，心酸感觉只有家己知影。生活痛苦，咱顺顺啊行，输一句短两几首代表免惊。去，拄着风台天，找无我家己，我的海拄搁咧试。才叫我想要飞上天，摇摆嘛免说你，青春就是咱勇敢的本钱。才叫我想要飞上天，就算大家拢看我袂起，大大声直直唱，着叫小勇敢做家己。找回那种快乐的感觉。但是快乐是一个入门，必须要就是让我们走进这个门的方法。我们跟高考表演，你们还是需要一些理论基础，让你的东西可以再提升。其实是袂歹，会使吼。我们跟你录音室来对，您又会遇到一样状况，您是一个人，所以也会进入一样的恐惧。哦，所以这要克服一下啦。或者家己卖惊，点到愈来紧张。好，里面就尽量3八。伊竟然有讲话代表伊有想法，就代表伊答应要帮您制作啊。我答应了吗？答应啊！答应啊！我海豚的驾照就交你啊。有希望了，有希望，有希望。大宝公会帮我按摩30小时。30小时。为着咱家这个作品个完成，我就为即摆开始。尽量说感谢的老师。继续，下歌。